主席，我都睇到政府過去幾年咧就住嗰個寵物友善嘅政策係做咗好多嘢，包括係出行啦、公園啦。咁但係頭先好多議員提到嘅，即係寵物點樣進入食肆嗰度咧，其實我就見到即係政府冇乜嘅進展喺度。剛才局長嘅回覆咧，我引述一段説話，主席，現時法例禁止狗隻除導盲犬除外進入食肆嘅規定已實施近30年，政府明白多年嚟社會文化有所改變，但要平衡保障公眾衞生同埋健康等需要。主席，呢段説話局長今日講咗2次，但係原來喺2024年2月21號又講咗一次。當時局長係話1年之後，即係話今天佢係會有一個檢討回覆俾我哋，但係到今日佢都仲話係研究緊。我想問下局長，到底要搞幾耐？研究幾耐？平衡幾耐先至可以試行一個讓寵物進入嘅一個戶外嘅食肆嘅正式嘅牌照呢？或者係一個正式讓有餐廳可以擁有呢個動物友善政策嘅牌照呢？唔該。頭先咧，議員提到咧2月21號咧嗰個即係立法會嗰個質詢啦，嗰個回覆嘅答案啦，其實咧之後咧亦都有其他嘅質詢嘅，咁我哋咧亦都交代咗咧，即係嗰個工作嘅進展啦。因為咧其實咧社會上咧對於係咪容許狗隻進入食肆咧就有不同嘅意見，咁樣咧就對於咧呢一個做法咧，其實接受程度咧亦都不一嘅。咁我哋明白啦，即係社會文化咧隨住時日咧都會改變，咁我哋亦都要即係顧及咧保障公眾衞生同埋健康嘅考慮啦。咁我哋咧其實頭先都交代咗咧，我哋會盡快咧即係完成咧嗰個研究嘅。咁日後咧就適時咧作出跟進嚇。多謝。